好，弟兄姊妹早晨，祝你們平安。你見到咧，我講道咧，即係好似唔知點解呢排都分上下集咁樣。因為咧有陣時我發覺咧，有一啲 point 咧，我想講多啲，講詳細啲。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講得太詳細咧，譬如我今次咧呢段經文咧，我有5個重點咁樣嘅。咁但係咧講完5個重點之後，大家應該都只係記得第5個重點嘅啫。與其係咁呢，我不如分開上下集啦。咁所以呢，即係大家聽完上集嗰啲，記得下次嚟聽下集啊。咁呢，今次呢，就主要呢係想講2個人物嘅。咁就係、咦冇嗰啲字。我想講個結論俾大家聽先咁樣。結論係呢，嗱，希律，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故事係講希律殺咗施洗約翰啦。希律我形容佢係一個呢，因為慾望而放棄咗信仰嘅人，而約翰呢，就係因為信仰而捨棄生命嘅人。今日呢，我就會透過呢2個人物呢，我哋去有一啲即係深層次少少嘅反思嘅咁樣。咁我哋一齊有個禱告先啦。親愛天父，感謝你俾我哋聚集喺一齊，我哋一同去到領受你嘅話語。求你幫助我哋透過反思呢一段嘅經文，我哋能夠真係有學習。幫助我哋喺生活裏面能夠應用上帝你俾我哋嘅話語同埋真理。我哋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好啦，嗱咁樣呢，即係我一路同大家去到講個經文、講解經文嘅時候，大家從去思考啊。一開始嗰度講耶穌的名聲傳開了，希律王也聽見，有人說施洗的約翰從死人中復活了，因此才有這些異能在他裡面運行。但別人說他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正如先知中的一位。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嗱，因為耶穌佢嘅即係出現，佢喺呢個社區上面啦，佢所行嘅神蹟，讓人呢開始覺得奇怪啦。佢已經出名啦，然之後啦開始去到奇怪，即係啲人就諗呢個係邊個呢？咁有人就估啦，真係施洗約翰復活啦。咁但係咧，其實呢一個估計咧係冇乜道理嘅，係咪？即係冇乜先例可以去到證明一個人咧係會復活，反而佢估以利亞咧，即係啲人估計係以利亞出現，仲有啲理由喎，因為即係應許咗以利亞會先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啦，亦都有人講話係先知，正如先知中的一位。嗱，呢個亦都係好合邏輯嘅，因為你即係再有先知嚟到當中，以前都曾經有先知啊嘛，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好合邏輯嘅推理。咁但係啦，最唔合邏輯個推理就係施洗約翰復活，但係偏偏呢，希律佢聽到之後呢，佢就一口咬定係施洗約翰復活。仲有啦，佢講嘅係邊個？我所斬嘅，係我殺咗嗰個施洗約翰復活。點解呢？點解佢認為係佢斬嗰個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對呢個故事都好熟悉嘅時候，清楚係佢殺咗約翰，因此可能係佢心虛。佢心虛，於是佢將2件事就連結咗一齊。我以前殺咗個施洗約翰，依家有一個即係能夠行神蹟奇事嘅先知出現，梗係佢復活啦。話唔定佢心裏面可能諗緊嘅就係復活之後，佢下一步就嚟揾我算賬啦，係咪？有一種心虛嘅情況出現。後面啦開始解釋啦，到底咩事啊發生咗？原來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派人去找了約翰，把他綁了在監獄裏，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約翰曾對希律說：你佔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嗱，猶太人好重視律法嘅，呢個佢娶咗兄弟嘅妻子呢樣嘢呢，擺明就係唔合律法噶啦。你唔好話古代，就算擺喺現代，你都會覺得話呢個咩即係咩事嚟噶？你娶咗兄弟嘅老婆，呢啲係即係夜晚嗰啲肥皂劇嗰啲劇情嚟㗎，係咪？即係但係竟然發生件咁樣嘅事，而且即係約翰佢講出嚟，佢其實佢冇做搖生事啊，係咪？佢講嘅都係事實，佢只係講咗個事實出嚟，但係就係咁樣俾人捉咗佢。呢個其實反而依家就係咁樣㗎啦。解決問題嘅方法係咩呢？唔係解決個問題，係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啊嘛。咁佢解決咗約翰啦，好似冇事啦，封咗佢口啦，讓即係嗰個資訊唔會繼續流傳啦。咁係咪就冇事呢？咁樣同埋點解佢要捉約翰呢？原來仲有其他嘅原因喺裡面。於是
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因為希律怕約翰知道他是義人是聖人，所以就保護他。雖然聽了他的講論十分困惑，仍然樂意聽他。嗱，原來呢，希羅底咧懷恨在心，想要殺約翰喎。喺呢件事上面，希律佢捉咗約翰，某程度都保護咗佢喎。即係佢都喺監入邊啦，你仲想點呢？咁樣希羅底就殺佢唔到啦。而且更加有趣嘅係希律佢會走去聽約翰講嘢嘅，佢會走去聽約翰講嘢嘅，而且即係保護佢。雖然佢聽咗都唔係好明，覺得好困惑，但係又樂意聽嘅。因此呢，我可以見到其實希律嗰個人呢，你又唔覺得佢壞到去透嘅，你唔覺得佢係完全一個壞人，甚至佢係一個有信仰嘅人嚟。佢知道約翰係義人係聖人，佢會走去聽佢講。嗱，本來件事即係去到呢度呢係膠着狀態嘅，咁但係呢，跟住就有啲嘢發生啦。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擺設筵席，請了大臣、千夫長和加利利的領袖。他的女兒希羅底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很高興。王就對女孩說：無論你要什麼，向我求，我都會給你。又對他多次起誓說：無論你向我求什麼，就是我國家的一半，我也會給你。嗱，呢個希律嘅生日會，好多嘅高官，好多嘅即係貴人都出席啦。咁啊，佢個女希羅底又係叫希羅底喎，咁得意喎。但係其實啦，如果睇翻呢，照道理佢係生唔出一個呢咁大嘅女，可以呢，即係喺人哋面前去公開表演嘅。所以呢個女兒好可能係跟住希羅底一齊嚟嚇，亦都好可能係佢嘅兄弟腓力所生嘅，即係話係佢侄女嚟嘅啫，即係唔係真係女兒嚟嘅啊。另外啦，即係佢喺嗰度跳舞，某程度嚇唔係一啲簡單嘅表演嚟嘅，即係一個話晒都係一個公主啊，係咪先啊？喺眾人面前去跳舞搔首弄姿咁樣呢，可能唔係一個平常嘅情況，甚至係有一種即係唔係咁合宜嘅表現嚟㗎，甚至係有一啲搔首弄姿啊，或者係一種呢，即係挑逗意味比較重少少嘅舞蹈咁樣，所以呢，就令到成班呢睇嘅人呢就好高興啦。咁啊睇到好高興咁點呢？我哋發現呢，希律呢似乎係一個即係相當之輕佻嘅人，佢誇大口去話啦，無論你要乜我都俾你。要咩都俾你，即係好似啲男人追女仔咁樣咧，你要乜都俾晒你咁樣。咁但係啦，實際係唔係真係可以俾嘅呢？佢話向佢求國家嘅一半都俾佢喎，國家嘅一半喎。即係雖然嗱，希律呢其實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大嘅皇帝嚟嘅啫。當其時呢，猶太呢係俾羅馬政府統治緊嘅，即係佢係羅馬底下嘅一個附庸國。即係如果用我哋講嘅呢，即係可能就係特別行政區首長啊咁樣，即係佢係分封嘅，俾個地嘅你去管，俾個地方你去嘅。你可唔可以話分一半出嚟俾人哋呢？你問咗羅馬政府未呢？嗱，呢啲呢就係真係完全係口爽爽嘅啫。嗱，反映出可能佢只不過係生日會裡面即係可能酒又飲多咗，跟住前面又即係有人跳舞又好開心咁樣，咁於是乎呢，輕佻講出嚟。想顯示自己係一個好闊綽、好闊佬嘅人啊！想攞威，呢個係面子嘅問題。好啦，咁點不知點呢？個女兒呢就走去問佢阿媽啊，我應該求什麼？咁啊，即係佢阿媽，即係希羅底啦。佢就話施洗約翰嘅頭，佢就急忙進去見王，求他說：我願王立刻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即係呢個好恐怖啊！即係竟然一個女仔走去要求要一個人頭啊！咁我下次咧講到嘅時候就會即係多啲講呢一部分。王就很憂愁，然而因他所發的誓，又因同席的人不願食言，就立刻派一個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衛兵就去在監獄裏斬了約翰，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那女孩，他就給他母親。約翰的門徒聽了，就來把他的屍體領去，放在墳墓裏。一個好血淋淋、好恐怖嘅場面啊！即係一個人頭喺盤子上面攞出嚟，即係呢啲圖片係我用 AI 做嘅。我叫佢，你可唔可以整個人頭擺喺盤子上面呢？佢唔肯啊！即係證明幾恐怖呢個 AI 都覺得好恐怖嘅一個場面咁樣。你即係點解會發生嘅呢？咁樣
而希律點解即係去到呢度啦？點解佢會憂愁？因為佢之前經文講到佢好尊重約翰嘅。佢點諗到一個弱質女子會同你講，你可唔可以俾個人頭我啊？咁樣咁恐怖嘅一件事。但係喺生日會嗰度，佢又發咗誓啦。咁又因為同席嘅人，即係有咁多高官啊嘅，即係嘅達官貴人喺面前，佢唔想反口。講到尾，約翰都係一個犯人，同半個國家去比較呢，咁一個犯人嘅人頭又真係微不足道。即係佢講到咁大嘅時候，如果依家咁少嘅嘢唔俾佢呢，又好似講唔過去。但係啦，係咪就發咗誓就唔可以反口先？係咪唔可以反口先？即係希律係咩人啊？皇帝嚟噶嘛，係咪？佢惡慣噶嘛，佢即係佢搶咗兄弟嘅老婆都做得出啦。你覺得佢係咪真係非常之在意啊？發咗誓即係一定要遵行呢？反口可能當食生菜嘅啫，點解唔反得口呢？但係個問題最尷尬嘅就係因為同席嘅人，當身邊有好多嘅人望住嘅時候，發誓事小啊，面子事大。我發咗誓唔做嘅呢樣嘢係落唔到台，所以結局大家都知道啦。約翰就係咁樣死咗。解釋完個經文之後啦，即係所以呢，我就想跟住同大家去思想兩個人物咁因為如果一次過講5個呢，我相信有啲蜻蜓點水，咁希望呢，即係大家集中去到睇。首先呢，我哋睇希律。希律其實呢，只不過係一個小地方嘅特區行政首長咁樣啦，即係小皇帝咁樣啦。佢有權有勢，佢的確係可以做佢中意做嘅嘢。佢中意殺人，中意捉人你冇佢辦法。好似表面上係一個非常之強勢嘅人，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佢有好多矛盾同埋軟弱嘅地方。其實點解佢會覺得耶穌就係施洗約翰復活呢？因為佢心虛啊嘛，因為佢殺咗約翰，佢知道嗰個係義人係聖人，佢唔應該咁做，但係佢卻因為自己嘅面子而做咗，所以呢個成為咗佢心裏面一根刺，讓佢喺之後嘅事裏面，佢反映出佢嗰種嘅睇法。我覺得佢最大嘅失敗就係順從咗佢嘅慾望，佢人生裏面嘅慾望。第一樣就係情慾。本來其實希羅底係腓力嘅老婆，即係佢阿哥嘅老婆。你明知道娶佢係錯嘅，其實唔娶佢就冇事。但係佢選擇咗順從咗情慾，於是佢就要承擔嘅後果啦。承擔嘅後果包括就係即係社會上面嘅壓力咯。有人講佢，有人講佢唔啱，有人講佢錯嘅。即係雖然嗰陣時冇報紙啊，係咪？但係即係一啲可能人嘅傳言啊，都會對佢造成咗壓力。面對呢啲咁嘅錯誤嘅，即係做錯事，然之後所導致嘅壓力呢，其實講真仲可以翻轉頭喎。我覺得嗰一刻，即係你娶咗啫，係咪可以休妻先？我唔係鼓勵離婚啊，即係唔好搞錯呢啲古代嘢啊。咁但係，喂，你做咗一個錯嘅，你將個老婆還翻俾腓力得唔得呢？係咪啊？即係你點解要繼續錯落去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有人去指出佢錯誤嘅時候，佢選擇咗係順從咗佢另一個慾望，就係權力。我唔中意你咁講，我唔中意有人傳我做錯又點呢？我有權我要解決問題就係解決提出問題嗰個人。於是佢咪捉咗施洗約翰咯。即係佢順從咗自己權力嘅慾望，佢唔希望自己嘅不利嘅傳言或者一啲對自己唔好嘅嘢係擴散開，咁佢咪使用佢嘅權力咯？係咪？有權就用到盡。而跟住落嚟嘅發展，你就發現開始就急轉直下啦。去到佢即係生日會嘅時候，衰多口，下巴輕輕應承個女將一半嘅國家俾佢。講到咁大，仲有冇彎轉呢？我覺得都係有彎轉嘅。即係你嗰下你可以唔俾佢㗎，係咪？即係我冇 expect 你真係要求咁大喎，獅子開大口㗎喎。係咪先？我開張冇銀碼嘅空頭支票，唔代表你可以寫100個零喺後面嘅喎，係嘛？即係佢咁嘅情況，佢其實都仲可以反口，但係第三樣令佢沉淪嘅就係面子嘅慾望。其實所謂面子就係每個人都希望呢，我哋喺人心裏面呢有一個美好嘅形象㗎。
好少人係會即係譬如嗰啲 Facebook、IG 呢，你一起身油頭垢面啊，即係烏歪歪嘅時候，你影一張擺上去，你冇乜見到人咁樣噶。通常都係笑容燦爛啊，好靚啊，或者影下你食緊啲好嘢啊咁樣。即係你食緊最難食嗰樣嘢，你唔會影啊，但係最好食嗰樣嘢你就會相機食先，然之後擺上去。人總係會將自己最好嘅一面呈現喺人哋面前，佢就係期望自己喺嗰啲達官貴人面前有一個好良好嘅形象，我講咗嘅嘢就唔會反口噶啦，我係好豪爽嘅咁樣。於是佢順從咗自己呢個慾望，佢就殺咗施洗約翰，因此成為咗佢心裏面嘅根刺，一路成為咗佢嘅陰影。其實希律呢係好多即係我哋人嘅寫照嚟嘅。我哋細細個睇嗰啲童話故事呢，啲角色呢就好簡單嘅，好人就做好事，壞人就做壞事，係咪？即係或者係我哋睇嗰啲卡通片呢，好人都係做好事嘅，壞人偶爾都會做下啲好事嘅，但係好人就唔會做壞事嘅。即係呢個世界分得好清楚，黑白分明。但係啦，我哋慢慢大咗，我哋發現呢個世界唔係非黑即白，呢個世界唔係咁簡單。我哋人嘅生活其實更加似希律嘅情況。一方面，我哋對真理，我哋對美善，我哋有一個追求。但係同時另一方面，我哋俾唔同嘅慾望所困擾。你有冇一啲慾望，你發現係同你嘅信仰係有衝突？好似希律咁，例如一啲情慾、權力、面子呢一啲嘢，係影響緊你去做決定。其實情慾就唔使多講啊，基本上就算幾資深嘅基督徒，不論男女，都有可能因為呢個情慾而跌倒。但係其實權力亦都好容易令人跌倒。你唔好以為有權或者有錢嘅人佢哋特別多選擇，其實多選擇可能都係特別多嘅試探，特別多嘅問題。權力令人腐化。講一個例子，大家可能知道，我以前咧喺啲 campsite 裏面工作嘅。咁啊，係即係帶人去攀石啊、繩網啊、射箭啊、行山啊嗰啲嘅。咁不過依家做唔到噶啦，我已經肥咗20K啊，即係做唔到噶啦。但係當年啊，即係我喺嗰度做嘢嘅時候咧，即係好快咧就受到上司嘅器重，於是咧就被任命去到做一個工作，就係我負責指派嗰個 camp 裏面每一日發生嘅工作係由邊個同事去做嘅。即係你要做乜咧，都係由我去決定嘅。咁啊 campsite 裏面咧好多粗重嘢嘅，即係由咧倒垃圾啊，去入汽水啊，即係去廚房洗碗啊，跟住開繩網、攀石、射箭啊、掃地啊嗰啲，全部都要做嘅，一腳踢嘅。咁啊，我就有呢個權力，我去到安排人做嘢。你話有冇試探呢？有試探，好大試探。其實咧，即係同事之間總有一啲咧係唔同關係嘅，有啲人就 friend 啲，有啲人就冇咁 friend，有啲人仲有牙齒印嘅添。即係你諗下啦，安排人做嘢嘅時候，我會唔會即係將一啲好啲嘅工作俾啲 friend，將一啲辛苦啲嘅嘢俾啲有牙齒印嘅人啊？嗱，我冇咁做，但係我話俾你聽，我每一日都想咁做。係即係喺個信仰同埋個權力嘅拉扯之間，每一日即係揸起支筆去到填嘅時候，我都喺度掙扎緊。即係唔單止牙齒印，我話埋俾你哋聽，當其時我情敵都係我同事。我追唔到佢追到啊！真係個女仔冇眼光。咁跟住點啊？你估我想唔想編個情敵每一日都去倒垃圾啊？我梗係想啊！你以為我頭頂有個光圈咩？係咪先？一定有噶，一定有呢啲噶。咁你冇辦法，我每一日都喺呢個即係公平公正與呢個即係權力裏面去掙扎。我又話埋俾你聽，我老婆都喺入邊識嘅，喺個 camp 裏面。嗱，有啲人即係會見到我老婆，唔好講翻俾佢聽啊。女朋友詐型，佢話有啲嘢佢唔想做嘅時候，你點編啊？係咪先？你一定要公平啊！但係女朋友同我講：喂，我聽日我唔想做嗰樣嘢咁你點啊？你即係好兩難嘅，明唔明啊？件事好難處理，你估可以點？就算我盡量安排得公正啊，啲同事都可以覺得我偏心嘅喎。係咪？我攞埋出嚟，喂，對一對啊！即係有大家都係咁多個名，點解你覺得我偏心我女朋友呢？咁佢都覺得我偏心，咁點呢？嗱，就係我哋每一日都係面對呢啲咁樣嘅嘢。喺現實生活裏面啊，嗱，其實真係我諗我哋冇乜情況，你去決定一個人嘅生死。
但係你會有好多嘅情況係你嘅信仰同埋你嘅慾望係喺度互相嘅拉鋸爭戰。有冇試過因為一啲面子嘅問題，你喺人哋面前你唔夠膽承認你係基督徒啊？有冇試過一啲即係情況？譬如有啲基督徒做咗啲好乞人憎嘅嘢，上晒報紙新聞啦，嗰刻你真係唔想認自己係基督徒。又或者係我聽過有位姊妹講，佢個上司最憎基督徒。佢話俾佢知道公司裏面邊個係基督徒咧，嗰個人咧你唔使旨意升職啊，你執定包袱啊，然之後佢一定每件事都針對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仲夠唔夠膽認自己係基督徒？又有個人分享過，佢話佢屋企好憎人信耶穌，每次佢借飯嘅時候，佢阿爸就單打佢噶啦。耶穌俾飯你食啊？我咁辛苦揾錢翻嚟，你走去即係感謝耶穌，又唔見你多謝下我？嗱，即係因為好多咁樣嘅情況，或者係啦，即係其實頭先講嗰啲好小事嘅啫，最大件事嘅我聽過喺信徒群體裏面發生性侵嘅事件，但係教會就以家醜不出外傳，就冚住件事。牧師走去輔導個姊妹，叫個姊妹唔好報警，即係話件事會嚴重咁影響教會同埋基督教嘅聲譽，因此呢，就應該要等上帝嘅審判咁話。嗱，即係咁樣嘅嘢都會發生，你搜尋下你就知道我講緊邊單㗎啦。情慾、權力、面子呢啲嘢，哇！呢啲人類嘅慾望其實唔係非信徒先至有㗎。我哋信徒群體裏面不斷咁每日喺度試探緊我哋，要我哋離棄個信仰。希律就係一個反面嘅教材。佢唔係所謂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係佢係透過自己嘅選擇一步一步咁樣墮落。約翰啦，約翰其實係一個平民嚟嘅啫。雖然佢係先知，咁但係啦，佢又唔係有權有勢嗰隻，佢又唔係行神蹟嗰種。佢喺聖經即係裡面講到，佢係義人，佢係聖人，即係佢係一個公正正直守法律嘅人嘅。佢好受人尊重同埋即係敬佩。而約翰嘅死因係咩？就係講咗句真話咯。佢喺強權面前講真話有風險嘅。你面對強權講真話，你係可能會坐監，可能會死。喺一啲極權嘅國家，你夠膽去挑戰嘅政權，即係就拉你再坐咗10年8年之後先開始審理。即係約翰就有版俾我哋睇。其實耶穌都係咁死。耶穌嘅福音令到有一啲既得利益者、一啲宗教嘅領袖、一啲掌權嘅人，佢哋覺得討厭。當其時嘅大祭司法利賽人，就係因為佢哋企咗喺嗰個信仰嘅頂峰，嗰個權力嘅高峰嗰度，佢唔能夠接受有一個人走出嚟挑戰佢，於是乎啦，咪整死佢咯。即係有啲國家依家都仲喺度拆緊十字架。大家要明白，我哋嘅信仰其實唔討好，講真話係要付代價。但我哋作為基督徒啦，當有啲嘢係同我哋嘅信仰有所衝突嘅時候，你會選擇發聲定係收聲？頭先阿 Ben 佢都有即係播咗一段短片，就係阿 Charlie Kirk 佢俾人槍殺。佢係一個福音派嘅基督徒，係我哋主內嘅弟兄，即係佢嘅過身係令人好憂傷。當時佢咧其實係出席緊咧猶他州一個大學嘅活動，佢喺度同人辯論緊嘅時候就俾人開槍即係射死咗。我睇咗一啲佢嘅片段咧，即係因為佢嘅過身有好多個片段鋪天蓋地咁樣出嚟。我睇咗一啲，其實佢真係冇做咩壞事，佢冇一啲即係太過壞嘅言論，或者佢冇一啲即係唔道德嘅言論。佢全部講嘅都係辯論，佢講嘅其實都係一啲好正直嘅觀點。嗱，無論你支唔支持佢嘅觀點都好啦，我覺得佢只係捍衛緊、表達緊自己所相信嘅嘢啫。我欣賞佢。不過我要補充，我欣賞佢唔代表我欣賞佢支持嗰個人啊，即係我只係欣賞佢自己本人啫。支持即係我覺得係值得支持，因為呢個世界係少咗好多人願意講，少咗好多人願意去討論。我認為辯論係好事嚟㗎，呢個世界係唔應該只係得一種聲音㗎，大家一齊去講，一齊去傾，真理係越辯越明，所以係要有人去講。當然啦，即係佢嘅死其實同施洗約翰嘅死有少少分別。施洗約翰就直接挑戰一個政權，Charlie Kirk 就挑戰緊一種意識嘅形態。
而且呢，即係個兇手嘅動機仲喺度調查緊，所以唔能夠有太多嘅判斷。但係佢哋相同嘅地方就係佢哋都係為咗講真話，佢哋面對認為錯嘅事，佢唔覺得係要保持沉默，佢選擇用自己嘅方法去發聲。我哋未必有咁嘅口才啦，可以去大學同人哋去辯論，或者我哋未必能夠好似約翰咁樣有機會對嗰啲國家元首啊去到講嘢，去指出佢嘅錯誤。但係啦，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其實一樣嘅啫。你面對好多嘅困難，面對好多嘅喺呢個世界上面，你覺得唔公義、唔道德嘅事情，你到底願唔願意去面對呢個挑戰呢？我之前呢，我太太即係嘅其中一份工，佢啱啱入咗職冇耐，就同3個同事出去食飯。喺食飯嘅時候就講到關於信仰，咁啊大件事啦！一講原來佢3個同事呢，有一個就係以前俾基督徒傷害過嘅，佢好憎基督徒。一個佢呢，無神論者嚟嘅，佢覺得全部有信仰嘅人都係傻嘅。另一個佢係催眠師嚟，佢嘅工作就係做催眠治療，所以佢認為所有嘅信仰都係一種心理嘅狀態嚟嘅啫。好啦，嗰3個人呢，就圍住佢嚟揼咯，唔係物理上面嗰種揼啊，即係圍住佢嚟喺度攻擊佢啦咁樣。我老婆話即係完全唔記得嗰次講乜啦，但係只係記得咧嗰個感受非常差，俾人圍毆咗一輪之後咧，遍體鱗傷咁出翻嚟。佢咁唔記得咗點樣回應，但係亦都唔重要。重要嘅係，如果今日嗰個場景係你自己去面對，你會點呢？你會唔會出聲去捍衛自己嘅信仰呢？你會唔會講啲你認為對嘅事呢？定係你會選擇息事寧人啦？我以後仲要翻工噶，我仲要對住佢3個噶咁樣啊！即係講少句啦咁樣，你會點選擇？喺日常生活裏面，你總會有機會遇到一啲嘢係同你嘅信仰有衝突，你要做好準備，隨時去發聲。咁當然我都要補充嘅，我唔係叫你同人嗌交啊，即係你可以笑笑口去到同人哋傾嘅啊，亦都唔需要一定去到辯論嗰一步嘅。但係你能唔能夠去講信仰嗰個挑戰呢？係隨時隨地冇，即係最慘嘅就係我哋唔能夠揾到一個 model answer。因為你唔知道幾時發生，同埋人哋會問乜嘢，我唔可以走去揾麥牧師，可唔可以寫定一個咩信仰小難題48篇咁樣，跟住呢就要我哋背熟咗呢。咁跟住你出去就天下無敵噶啦，冇呢支歌仔唱。你一定係靠你平時好好咁樣去到睇聖經，多啲思考，唔明就問。等你去裝備好自己嘅時候，信仰挑戰嚟到嘅時候，你先至能夠做出正確嘅判斷，能夠識得點樣去回應人，點樣去到為你嘅信仰、你所相信嘅嘢去發聲。總結啦，一開始同大家講咗啦，就係希律就係一個因為慾望而放棄咗信仰嘅人，約翰就係因為信仰而捨棄咗生命嘅人。我哋作為基督徒，到底應該追求啲乜嘢？你追求人生嘅慾望，定係追求上帝嘅真理？但係你要明白，你追尋信仰嘅時候，你一定有嘢捨棄。你就要捨棄嗰啲人生嘅慾望，包括頭先講嘅情慾、權力、面子，又或者係金錢、事業、前途。有好多你呢一世你追求緊嘅嘢，當你認真去追尋你嘅信仰嘅時候，你可能要將佢哋擺喺次要嘅地位。更加嚴重嘅可能係面對嘅係切身嘅危險、生命嘅危險。咁我哋又會點選擇呢？我哋一齊禱告。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感謝你賜下你寶貴嘅話語，你教導我哋。當我哋面對一啲不公義、一啲唔合理心意嘅嘢嘅時候，我哋求上帝你賜我哋勇氣，好似約翰一樣，能夠去發聲，能夠去為自己所信嘅去講出嚟。我哋明白呢啲嘢係唔容易嘅，我哋明白可能係有危險嘅，但我哋依然相信上帝你係嗰位保守人嘅上帝。我哋情願去捍衛真理，都唔情願去到追求呢個世界嘅一切嘅
情慾與榮華富貴。我係求上帝你幫助我哋，好好嘅裝備自己，讓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真係能夠係講出你嘅話語，能夠以你嘅真理去抵擋。我係咁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